12月1號起，九巴來往馬灣柏欣路同九龍站嘅230R 線來回程到達西隧亞長道轉車站之後，將會改經尖沙咀廣東道同埋九龍公園徑，之後再返回原線。車費同埋服務時間就維持不變。由12月1號至到出年嘅2月27號，九巴來往石門村同彩明村嘅90號線將會加開朝早7點22分、7點35分由石門開出嘅班次，其他時間班次就維持不變。同樣由12月1號至到出年嘅2月27號期間，來往坑口北同美孚嘅98E線會加開朝早7點25分由坑口北開出嘅班次，其他時間班次就不變。為配合西沙灣公共交通交匯處啟用，城巴喺12月1號起會開辦3條新路線，往來荃灣站、尖東同埋九龍灣偉業街。路線586號來往西沙灣同荃灣站，路線會途經泥涌、新翠邨、長沙灣、美孚同埋沙咀道，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晝7點50分由西沙灣開出，下晝6點由荃灣站開出，全程收費係13個8。而路線587號來往西沙灣同尖東波地道，途經泥涌、新翠邨、佐敦，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晝8點05分由西沙灣開出，下晝6點3由尖東開出，全程收費係17個6。而路線589號就來往西沙灣同九龍灣偉業街，途經泥涌、大老山隧道同埋觀塘，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晝嘅8點05分由西沙灣開出，下晝6點由偉業街開出，全程收費係11個2。12月1號起，城巴來往沙田市中心同西沙灣嘅580號線將會提升為全日服務，服務時間為每日嘅上晝8點10分至到晚上嘅10點10分，每20分鐘開出一班。12月1號起，龍運來往機場同烏溪沙站嘅 A41P 線會加設西沙灣嘅特別服務，由西沙灣開出，係朝早嘅7點30分，由機場開去西沙灣嘅班次係下晝嘅5點55分，全程收費係29蚊。歐洲最大飛機生產商空中巴士因為發現飛行控制軟件有漏洞，要求旗下超過6000架嘅 A320 客機進行緊急軟件更新。呢次嘅要求因為涉及飛行安全，亞洲國家包括日本、印度等多間航空公司需要停飛部分航班進行更新，令到航班延誤及取消率不斷增加。各地嘅民航監管局都要求航空公司升級軟件之後先准許恢復班次。事源起因係捷藍航空喺10月30號一班由墨西哥飛去紐約嘅航班出現咗急降，造成多名乘客受傷。因為咁，空中巴士先有呢一個決定。最後喺呢度想向大埔雲福苑火災嘅受害者致以最深切嘅慰問。火災無情，人間有情，希望各位能夠伸出援手，幫助受害者暫時渡過難關，亦都祝願留院嘅傷者早日康復，重過新生。多謝你收睇今集，鍾意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，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